今日係年29大除夕，唔少市民去到各區嘅年宵市場，但係部分商戶擔心天氣轉差，提前減價。沙晒啦，快嚟支持下啦，唔該晒。到咗年宵最後一日，維園年宵市場檔主落力推銷，有檔主原本賣168蚊嘅菇筍減至到50蚊，仍然有唔少存貨。繼續奮鬥！但亦有檔攤早2日已經清貨，銷情理想。生意額咧，我哋未計到賺啊，生意額大概20萬到啦。呢2個攤位係咪比預期好好多啊？尋日落雨就差咗啲。今日就好好多啦，今朝早今晚銷情會好過舊年好多。濕貨方面，有專賣蝴蝶蘭嘅商戶擔心落雨影響人流，早2日已經開始減價。天氣預報啊，講話會落雨嘛，所以話我好緊張嘛，所以就快啲賣出去啊！仲有好多貨喺度啊！佢哋都話希望唔好落雨，可以薄利多銷。無線電視記者方健儀報導。李柏農呢，而家喺維園嘅年宵市場㗎，你嗰邊逼唔逼人呢？係啊，而其實咧，唔少市民啦，食過午飯之後啦，已經嚟到維園呢度行年宵㗎啦。我哋而家睇下現場嘅情況啦。其實咧，現場咧嘅人流咧，明顯比朝早多咗好多㗎。咁咧，今晚市民行完花市嘅時候咧，或者都會夜少少翻屋企㗎。港鐵嘅部分路線啦，今晚都會通宵行駛。至於電車服務啦，將會延長到去凌晨3點。而部分巴士同專線小巴亦都會有特別嘅服務㗎。咁我喺度嘅報道係咁多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。而好多市民都準備團年飯，活雞零售價比平日貴大約30%，但係比舊年平。喺九龍城街市，一早就有市民排隊買新鮮雞。傳統嘅嘢咯，咁啊雞啊、燒肉啊、菜啊、盤菜啊咁樣咯。但係有市民話物價比舊年貴。我諗要成2-3千蚊啊，自己買到。比起上年。比上年少啲，因為今次啲嘢貴咗啦，啲海味啊、海嗰啲咩花膠啊嗰啲咧貴咗啲啦。大部分街市檔主都話聽日年初1唔會開檔，唔少市民今日一早就嚟買定聽日嘅餸。活雞零售價大約50至到60幾蚊一斤，有雞販話比舊年平咗大約1成半，今日亦入多咗雞。入咗成400幾500幾隻到啊，500幾隻。係有好多客。今日生意有幾多啊？生意多咗成3-4成啊！早前禁止輸入活雞嘅深圳管制區今日解禁，活家禽批發商商會代表徐明團話：今日全港供應大約78000幾隻活雞，內地雞佔大約1成。雖然深圳管制區解禁，但係嗰一區嘅活雞仍然未到港，預計最快年初6先到港。無線電視記者黃曉瑩報導。繼續有大批市民出外度歲，預計初1至初3航班升降仍然會頻繁。年29朝早，機場繼續人頭湧湧，有航空公司櫃位大排長龍。多個到日本、南韓、台灣嘅旅行團今日出發，呢一個到日本名古屋嘅5天團，初4回程。有團友就話有特別請到假，自己有假期，到下個星期1先先翻。團費貴啊！好似差唔多咁貴咗，起碼都成3成啊！如果同上年比，政府6000蚊有冇幫助個團？有，一定有。希望明年俾個萬二啦。都合理嘅，因為呢啲 peak season 都會加價㗎啦，係都接受㗎啦。會唔會話政府嗰6000蚊會有幫助對嗰啲？都有啲幫助嘅，係。即係你期唔期望即係政府再派6000蚊，即係會幫？都唔期望㗎啦，作為一個市民都唔會年年都派啦。本港年27同年28每日都有過1000航班升降，民航處就預計初1至到初3每日嘅升降都會近1000架次。無線電視記者鄺澤恩報導。行政長官曾蔭權發表任內最後一次農曆新年賀詞，配合出年係龍年，主題係臥虎藏龍話香江，以繪畫帶出新春祝願。龍年嚟啦，幾個細路仔着上賀年服裝，跑入去禮賓府拜年。特首伉儷準備好畫筆，俾小朋友大顯身手。曾蔭權話：做戲唔係強項，排練嘅時候有甩嘴，而香港一向都係臥虎藏龍，所以特別請嚟6歲神童畫家劉建之演出。又綠又紅
畫緊啲咩呢？係一幅嘅維港景，唯一冇實物嘅生肖，靠神來之筆活現眼前。飛龍劃破長空，幻化出2012年嘅字樣。新一年帶嚟新嘅色彩、新嘅氣象，等我哋一齊畫出夢想，希望身體健康，世界和平，祝大家龍年進步，心想事成。無線電視記者方健儀報導。